我係香港人 Sandra，我喺25年9月14號搭土耳其航空由香港飛土耳其，再轉機去歐洲。起飛時間係夜晚10點半，班航班咧係 TK071，我係坐42C 走廊位嘅。咁我就將我個證件袋擺咗喺個斜孭嘅手袋裏邊。咁上咗機之後就擺咗喺我個凳底度。全程我係11個鐘頭冇離開過自己位嘅。咁飛機餐之後熄咗燈，咁飛機好黑就俾乘客瞓覺，我就瞓得好冧。期間我3次起身擘大眼，我發現我前面嗰對情侶，前面個男人嘅隔離個女人都用啲好鬼鼠嘅眼光擰住面望住我個樣，望咗我好耐好耐。我冇為意繼續瞓。到落機嘅時候，我發現我自己個斜孭袋係成個褪前咗嘅，咁都冇為意啦。咁啊攞起咗，即刻落機，咁啊準備轉機。喺過關嘅時候，我發現手袋裏邊嘅我證件袋唔見咗，咁我即刻都跑出去就揾機場裏邊嘅警察求助，但係揾咗5、6個警察都係唔理我。最後點咗我去土耳其航空嘅轉機嘅櫃台度。咁我同個女職員講咗個情況，佢就即刻打電話揾職員睇下飛機上邊有冇個證件袋。40分鐘之後再問，佢話係冇嘅。咁我就即刻打電話去香港嘅銀行 cut 咗嗰2張信用卡咧，然後再打去香港入境處求助。入境處職員就話：如果我而家咁樣呢，冇得再繼續行程㗎啦。咁唯有呢，幫我睇下安排，盡快返香港。咁我當時就諗，呢2個賊坐我前邊，呢2個賊應該都係求財嘅啫，可能證件抌到垃圾桶。於是我攞個鮑魚刷呢，就所有垃圾桶都抄勻，都係冇嘅。然後我再返去 counter 再問多次，結果個職員就話，個男同事話揾到啦，喺飛機上邊揾到我嘅證件袋。45分鐘後攞返嚟。passport 同埋佢哋卡喺度，但係成沓歐羅就唔見咗。咁喺呢度我都想提一提各位市民，原來而家飛機上面真係好多好多賊，而呢2個賊有機會係香港旅行團嘅團友，因為我隔離嗰對夫婦話佢係參加香港團去土耳其同埋希臘13天，真係好得人驚。